主后2023年3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念记的绕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35节。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若得罪你，就去找伊。敢若恁两人做伙的时，私下甲伊指出错误。伊若要听，就恢复你甲伊做兄弟也是姊妹的关系。伊若毋听，就带一两个人甲你去。安尼六句话有两个，还是三个人通作证。伊若还毋听，就甲教会讲；伊若连教会都毋听，就甲伊看做外邦人，也是冒失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伫地上禁止的，伫天顶嘛会禁止；恁伫地上允准的，伫天顶嘛会允准。我阁甲恁讲，恁中间若有两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，我的天父拢会甲因成全。因为有两个也是三个人，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伫因中间。彼得来问耶稣：主啊，我的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着赦免因几遍？到7遍是无？耶稣甲伊讲：无够，我毋是甲你讲着到7遍，是着到70个7遍。安尼，天国通用即个譬喻来说明，有一个国王要甲伊的奴仆结晓，伊开始算数的时，有人将欠几若百万银仔的人带来伊的面前。迄个人袂当行，主人就命令人将迄个人甲伊的某囝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拢去卖来行罪。迄个奴仆就跪落去求讲：请互我安一个，我会拢行。奴仆的主人就可怜伊，撤销伊的罪，放伊去。迄个奴仆出去，拄着一个偏偏做奴仆的，迄人只有欠伊几个银仔，就甲伊掠，填伊的颔棍讲：你所欠的拢着还。偏偏做奴仆的跪落去求伊讲：拜托，互我安一个，我会拢还。伊毋肯，颠倒将这人关落监，关到所有的拢还清楚。另外，偏偏做奴仆的看到，非常痛心，就将所发生的一切的代志去甲主人报告。主人就叫迄个奴仆来，对伊讲：你这个歹奴仆，因为你对我求，我就将你所欠的债拢撤销。我有怜悯你，你竟毋应该亲像安尼怜悯迄个偏偏做奴仆的。伊的主人真受气，就甲伊关落监受刑，关到伊将一切的债务拢还清楚。恁逐个人若无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，袂甲恁赦免。以上念记的绕舍。伫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中间，耶稣讲到安怎处理教会中绕舍的议题。伫4卷福音书内面，马太福音是唯一使用教会这个词的福音书。这意思是讲，当当时马太福音的读者、教会的信徒正面对真大的挑战。当当时，这阵军队耶稣的门徒，拄渐渐脱离犹太会堂，成做新的信仰群体教会。过程中，因未免得
受看做是异类，未受接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一寡信徒对基督信仰三心两意，有一寡伫信仰上跋倒，甚至想要行回头路。这个新的信仰群体，免不了因为彼此的差异，伫关系上产生了紧张。耶稣真关注教会的群体关系，因为安尼教示人安怎对待犯错、得罪家己的兄弟姊妹。耶稣并毋是爱人轻易看待犯错的人，也是无条件饶恕人，是仰望信徒之间会当互相坦诚，彼此真实面对。对待犯错的兄弟姊妹有渐进的过程，大先是爱踮单独做伙时，指出对方的错误。毋是当众人的面甲指责，伊若毋听，迄就进入下一步，请两三位见证人陪同，伫指出伊的错误的时，有人通作证。伊若阁毋听，就阁再进到下一步，将伊的过错向教会报告。假使伊还毋听，就甲伊当作外人，也是细棍看待。显然，耶稣提到关系赦免的教示，是爱双方斗阵面对，才会当有真正的饶恕。虽然一边愿意饶恕，毋过犯错的迄边若毋愿意坦诚面对，阁毋愿意承认错误，迄破碎的关系会搁较好恢复。接续，耶稣用积欠孝母的譬如来描述人甲人之间的饶恕是偌尔啊无容易。譬如讲，新妇欠王几若万箍的金钱，亲像天文数字的金额，互即个新妇完全无法度有能力来偿还所有的债务。伫劳保苦苦哀求下面，国王生起怜悯之心，愿意免除伊一切的债务，互伊得到讨放。总是得到讨放的劳保，对着另外一个欠家己几箍银仔的同伴，却毋愿意宽容对方。其他的同伴对即个拢感觉悲愤，消息传到王的耳孔里，王知影即个歹劳保的行径，就将伊关入监狱。耶稣的譬如，互咱看见，人通选择饶恕，也是毋饶恕。互得罪的一边有权做出选择。若是伫譬如呢，通发现着选择饶恕的时，双方的关系要得到恢复甲自由。现今教会伫咧处理人际的关系冲突的时，相款需要对上帝来的智慧。教会群体必须要小心细致行使饶恕这个权利。伫还未全盘了解整个情况的时，教会若一味要求受害者无条件饶恕，那安尼伫加害者未晓得家己安怎伤害人，也是毋愿意承认错误下面，轻率爱受害者饶恕，恐惊简单会带来二度的伤害。真正的饶恕需要双方坦诚彼此面对，才有可能产生。饶恕毋是廉价，每一个真诚的饶恕拢得来无容易。默想，教会爱安怎面对人甲人的冲突关系呢？教会
爱安怎面对人甲人的冲突关系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伫人际关系中会通真诚三态，搁学习真心饶恕的功课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